春天正是百花开的季节，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民众拢无法度出国佚佗来赏花，尤其是日本的樱花。不过，这开甲粉红的花旗木，俗称热带樱花，目前嘛正咧盛开。尤其位伫个新市火车站附近，大一线省道边，现场嘛有数十丛的花旗木正咧盛开，吸引不少过路的民众翕相打卡。就是在大马路旁边、省道旁边而已。然后，其实每一次路过都会看到。那现在看到是知道说，它现在是满开的状况，所以我们路过也会特别过来拍一下。花香的味道很浓，嘿。不然之前你如果路过，就会觉得这边就是车水马龙，很多车子。那现在有一个美景在旁边，你就会觉得，心情觉得更好。近期这片花旗木非常的水因每年的3月3月底到4月初遐会甲开甲粉红袂像咱白地樱花安尼你免走到阿里山看，免走到本桥去，但是咱遮都有啊。你看还规片的红拍拍粉芽。过来，伊的花期无介长，差不多2礼拜左右尔。那你看差不多有多边人家翕相打卡这就是阮的瑞士药厂瑞士药厂边伫省道中关路边大家若用来看行。位伫个省道边，原本想讲是公路总局第5公务单所种植，后来经过区公所的查证，发觉是民间的药厂所种，不但位伫个路边容易亲近。唔免出国上山买嘅来赏花，另外区长还阁建议伫个南科 LM 区嘅莲潭、西港金沙里，甚至林德嘅志宏池，嘛拢有大片嘅花旗木，欢迎民众把握花期前往欣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